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这一次的指挥班，好，感谢大家配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用请我们那个教单位的陈讲师，然后来跟我们今天分享，好，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因为遮住了，然后叫人生笑，哈，不是三个笑哦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哈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陈讲师，谢谢。拳道鞠躬，弓道鞠躬，讲师好，讲师好。坐下。最后一个。理论长有一点点，大家早安。讲师早安。后学很高兴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学习。那这次呢，要感谢新恩师的理事的同时，新恩师的来老大人的慈悲，随着科研老师，还有地方前贤的福气，那后学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在这边和各位同学一起学习。那今天后学要跟各位同学一起分享的题目哦，是浅显让后学学习的这个题目，叫做人生笑。因为我们人生呢，要有笑这个字，你的人生才会圆满，才会有笑容，才会和谐，那做什么事情才会顺利，所以后学也借着这个题目来一起学习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能够去了解、去知道父母对我们的恩情啊。那其实后学对于父母亲的恩情呢，也是真的等到后学自己当了妈妈以后学才真正知道说，原来爸爸妈妈对我们真的付出了这么多那多浅显，其实后学看一下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人是还没有当爸爸妈妈？看起来应该是少数，一位学到，一位问到，两位，所以没有举手的代表都是爸爸妈妈。好像看起来是在一半，半爸爸妈妈，半也是当爸爸妈妈。那后学想要问一下这个图片的左边，请问黑什么？脚要后学左右是分，这应该是右边。右边。我们来讲。婴儿的脚。表示说，这个肚子里面藏有什么？还有。那在这个小 baby 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做一个测试，对不对？检测这个，我先去医院，检测一下，验出来2条线，哇！那医生会跟我们说，恭喜你要当妈妈了。这句话讲完，我们身上无形的责任就开始喽，妈妈身上的责任就开始喽。2条线之后，妈妈就开始肩负起哇这一辈子很有挑战的一生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妈妈，她准备要带什么心情？已经当妈妈的前也回忆一下，其实我们的妈妈都是这样子过来的。后学找了好久，才找了一些比较不血腥的，可以播出的，真的找了很久了来看一下妈妈，因为妈妈都是这样子准备生下的。
不是很容易耶。哦，那个护士会先检查，妈妈是不是已经开了大概要快3指了，才可以留下来准备生我们哦，否则会被退货。哦，那个护士就说阿伯，好，要跟你行咯，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待在那边，准备要痛苦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留下来的。那等到妈妈待产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机器，然后放在妈妈的肚皮上面，一方面显示那个胎儿的心跳，其实还正常的砰砰砰砰砰砰，的跳动；另外一方面就是检测妈妈宫缩，妈妈子宫用力收缩的时候，就是把宝宝从子宫要用力往外推出来。那个动作，我们看那个打了一个样子，像海浪一样、波浪一样。它那个越高，就表示妈妈应该是在承受越大的宫缩压力。那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就像大海浪。而且会越来越密集哦，本来这样，一个海浪，后来会一直来，等到你都没有办法喘一口气的时候，差不多就要全开了。那我们看那个妈妈前面在走路的时候，会一阵一阵慢慢的宫缩，还笑得出来，还可以讲话。可是差不多开到3指以后啊，那个就开始有点累了，然后会非常的痛，那这一整个的经历呢，第一胎要经过12个小时，算快哦。或者有听过有的宝宝节，有的妈妈要躺2、3天，都生不出来。所以第一胎就是我们是老大，后腿是老大。第一胎的真的非常的辛苦，妈妈很辛苦。我们看那个妈妈后来进产房，全开1指，才可以进产房哦，都已经没力气，都带氧气罩。医生说用力，没有力气了。真的很辛苦。像后学的妈妈说，跟后学的真的1天1夜，过了1个晚上或1天，后学才生出来，因为后学是老大，所以真的很不容易。那这种痛的感觉，真的只有经历过的人能够了解。甜到有没有发作？越甜，那要拉肚子的那一种。很痛，痛到冒冷汗的那一种经验，有没有？好像那一种感觉哦，痛到会冒冷汗，我要炸，我要滚，很痛到那个手啊，都会发抖，那种的力量这样子，那甚至到最后啊，因为那个道不规则的裂开医生都帮我们解。等到生完要缝合的时候啊，是完全不用打麻醉的，直接缝的，因为已经没有感觉，前面的疼痛指数很高了，后面直接缝，你都不用打麻醉。像我们伤口手要是受伤或是哪边有受伤，去体验时候，医生就是会先帮我们打麻醉。妈妈生小孩，后面缝都不用打麻醉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妈妈前面的经历的那个痛苦指数是非常高的，所以真的是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有一个研究报告说，我们人体最多只能承受15单位的疼痛，可是当妈妈在生我们的时候啊，她承受的这个疼痛指数是高达7单位的，就是超出我们平常承受的这个疼痛的指数很高的。有没有曾经有过骨折的经验？让我后车前去。请问你是哪边受伤？手腕断掉。那请问痛不痛？很痛哦。那个有没有痛到要快流眼泪？痛到会想骂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看过妈妈生小孩在骂人？因为真的痛到受不了可是真的到后面呢，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，很痛，对不对？研究指出说，妈妈在生我们那个5指全开，
作用力之下，相当于20根骨头同时断掉的那一种骨头。所以我们的妈妈叫勇敢，他们承历了这么大的痛苦，可是当我们平安健康的出生，我们笑笑的好看着他，哇，妈妈看到我们这样的出生，都忘记前面的痛苦都忘记了，把我们抱在怀里的时候，那个痛苦都没有关系。所以我妈妈真的很伟大。那我们真的是妈妈遭受大灾难的日子啊！所以我们要爱惜，真的要爱惜我们的身体发肤。我们的妈妈是这么辛苦的把我们生下来，感恩妈妈是教育。那我们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生日的时候啊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印象最深刻，你收过最贵重的生日礼物，有没有姐姐想要分享看看？应该会有，让你觉得我想起来好深刻，好特别哦，想起来还觉得很甜蜜的，很难忘的生日礼物，有没有？有浅一点比呀浅，心里面自己回忆哈。可是呢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收到很贵重的礼物，每一个人生日的时候，就是妈妈送你们一条宝贵的生日礼物，在我们生日的那一天，那一年，几年前的那一天，妈妈是这么的辛苦，经过这么多的痛苦，把我们生下来，所以我们真的尤其是我们生日的那一天，我们要感受。领会到，当初妈妈她是这么的辛苦，这么的痛苦，才经历才生下了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爱惜自己的生命，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因为有妈妈的辛苦，才有我们这样宝贵的生命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把妈妈为我们的经历呢，把它变成10项任务。我们各位同学可以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挑战哪一项？仔细看哦，如果有人想挑战的话，等一下可以举手说，我可以来尝试看看这10样里面的其中哪一样。第一个就是连续3个月，每吃完1餐就催吐。我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很辛苦的那个吃什么吐什么，只要一闻到它那个油烟啊，油腻的味道啊，马上就想吐。有没有晕车的经验？有没有曾经有晕车的经验？应该多多少少会有晕车的经验这个头昏眼花那个被头妈妈孕吐的，常常一下子就吐，一下就吐，有的吐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，都没有东西可以吐了，还是吐所以有的妈妈怀孕的时候很辛苦，吃什么就吐什么，有的甚至没有吃，闻到不好闻的味道，离开就吐了。还是说呢，骨头被击破皮喂奶的时候，母奶很珍贵，而且很营养，所以虽然很麻烦可是很多妈妈现在也在提倡，都会愿意喂母奶。像后学的老爸呢，他非常有个性，他就是坚持，他不要自己吸，所以后学呢只好用瓶喂，全瓶喂，就是先用那个挤奶器把母奶挤出来，再用奶瓶喂它，再洗奶瓶，再消毒，然后呢，等到用完的时候又要挤奶了，就是要再多一个程序这样，而且4个小时挤一次，所以一天24小时分成6等份，半夜4点的时候听闹钟起来挤奶，然后这样子出去外面的时候也是挤奶器又是要带的，然后冰袋也是要带的，然后去到人家家里面先问什么？你们的冰箱可以借一下吗？那等一下要把它冰着，帮儿子带冰箱。
你经历了1年，或许怀老2才断。那老2算好一点的后者老2是妹妹比较配合，她愿意直接吸，那就后者就可是2个小时就要吸1次，那就每天都要跟后者形影不离，挂在身上，去到哪里都要跟后者在一起，不会2个小时就要吸1次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要吸1次，想睡觉的时候也要吸1次，可是跟后者感情非常好，我们只要互看对眼神就知道，我们的需求在哪里，心情不好吗？想要妈妈来抱一下，很亲密的感觉，可是就是都要带在身边，那一直到2岁7个月和平离乳 ，OK 了，你长大了，开始公司妹妹了，才断了。最后学那时候就是在这个青少年的那个14班后学的女儿都跟后学在一起，后学上课的时候他就在地上爬来爬去，每一张照片呢都会有一个背后影，就是后学的女儿。一夫一妻的都跟后面没办法分开，是一个过程，因为小朋友不可能吃太久，他们就是这个过程陪伴他这样。然后呢，或者是肚子塞颗篮球3个月，越来越大，都看到差不多的6、7个月以后，肚子也会慢慢的显示出来，那个漂亮的衣服都没有办法再继续穿下去。再好的配给买高精品，慢慢为了要背负着我们，然后的身材就会改变，或者是边肉皮边抽打48小时，长期的过程那个体力跟毅力跟忍耐的一个考验。还有呢，就是1个月不能喝冰水，咖啡茶。有的妈妈好像本来还没有怀孕之前呢，是咖啡是理所的，一天至少要喝2杯，没有喝的话就觉得头昏闹肚子。可是怀孕脐带相连，妈妈吃什么，她就会想到，那时候会直接让我的宝宝吸收的。有咖啡因这样子可能宝宝不知道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，妈妈就不喝，或者是减少到尝1口，咖啡因香味，他不敢再喝了，因为怕影响到我，所以妈妈就愿意忌口不要吃他喜欢吃的东西，或者是5个月睡觉不能翻身，因为肚子越来越大，这个挺出来那个5个月以后可以趴睡吗？不能趴睡，他可能你前面不晓得什么叫趴睡那尤其是当你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的身体不是自己的，你想要有什么好的姿势都没有办法。像后学要睡觉的时候后学就说我这个左边的腰很酸，那我要侧睡一下然后枕头都拿好了要这样子跪起来把肚子挺起来。要左侧睡的时候你让他说这边的腰的肌肉好像有得到舒缓，没有3秒钟你就会发现有1只脚在上面发抖。我管这个猪肺。妈妈就知道好吧，那我们要睡这样。可是这样我们右边的肌肉又不酸，我们是要伸展左边的肌肉，没有办法他就会踢你让你不要压到他。我们左边的时候就压到他了，他不舒服，所以就翻来翻去，没滚那个睡眠品质很差，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。或者是1个月不能去出游远行不能跑跑跳跳，行动还是很小心怕一不小心要是滑倒了，动了胎气那这样子都会很难过，你都会很小心翼翼的呵护着这个肚子里面的生命，不然就是10个月不能生病，
或是生病不敢吃药，或许那时候怀孕的时候难免啊，会感冒啊，这个小感冒啊什么，或许都用意志力去战胜它。吃药很怕万一有什么，其实现在虽然说买西药啊，你如果他说你有怀孕的话，医生都会斟酌，用较轻的药啊。可是妈妈还是会担心啊，会想说在家里不晓得不好的药会不会让宝宝畸形啊，还是什么残缺啊，就是不敢随便乱吃药，就你要多喝开水，就一直喝开水，然后希望用自己的意志力让这个感冒能够赶快去除，所以本来可以吃药3天就控制的，可能就要过1个礼拜、2个礼拜，才会好。或者是到育幼院把屎尿1个月，在我们出生之后，尤其是妈妈的休赛4个月、3个月之前，那个真的是，我们知道医生呢是一根长直通到底，吃晚饭马上准备，就要进了就这个有产出了。如果动作太慢，新手爸妈换到的时候很恐怖喷出来，现在不然快手脚快一点。刚开始的第1个月都像在打饭一样，打仗一样，所以也打屎打尿，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子这么辛苦，或者是晚上睡觉每2个小时起床一次，清醒30分钟打1个月，然后我们那个肚子越来越大，会压迫到哪里？膀胱，就会很频尿，很想上厕所，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马上起来放尿，起来放了1遍、2遍、3遍，这是刚好都没有睡，而且很多妈妈明天还要上班所以从怀孕，一直到后学从怀孕，然后到老大体位掉闹钟起来挤奶，然后又怀老2怀孕，然后再喂老2，然后中间在跟时间很长的，可是都睡不好，都睡眠品质不好，都失眠，睡眠不足，最后有整6年的时间呢，都口角炎，各位听到有没有经验？靠睡觉，嘴角这边会裂开，早上刷牙的时候就裂开，就流血，很痛，会有6年反复发作，口角炎都没有好，就是太累了，抵抗力有问题，那个免疫系统有出问题，所以就很累啊。可是幸好小朋友现在渐渐长大这个过程，我就给他经历过了。其实我们的妈妈不是这样子，这里面其实还有没有讲到，妈妈为我们承受的痛苦，抗了这死药，这个大年纪的帅哥，你有没有要挑战哪一样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请问你当爸爸吗？还是还会？这样我们是不是回去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妈妈？那我们看完这10样，我们的妈妈都为我们做到了，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妈妈掌声鼓励？这个很不容易啊，为母则强。我们的妈妈也是从小姐，从这个人家的掌上明珠，还是当了我们的妈妈，你看为母则强，她每一样都很愿意去承受承担，所以我们要长大了，我们渐渐长大了，我们要能够多多帮忙，多多分担，多多体谅，而且妈妈们对我们的恩德恩惠。那后续想要问看看，到底哪里各位教爸爸妈妈讲我爱的先生，听两句，非常好。硕果仅存，物以稀为贵，the only one。
好，我们要给他一个掌声。是我们各位学贤效法的对象，所以贤贤到处常会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。刚昨天才回家看妈妈，所以才说我爱她。因为我女儿她们也每天都说我爱你，每天都来抱我，所以我们家儿子都说在嘴巴上，行动上也都 OK 啊。很好，非常不错，这个真的非常棒。我们中国人很含蓄，爱都放在心里面，感谢都不想说出口。可是如果我们要说出来，人家怎么会知道？我们又没有读心术，所以要说出来。要常常讲到，如果真的很不好意思、很含蓄，那我们可以用写的，然后你的感谢，然后你的爱意，把它写出来，就像这个影片中的小朋友。谢谢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个上爱心。